看去年来咱双十节台顶表演的日本京都剧高校的吹奏部，昨暝搁再来到咱台湾，今仔下晡去和高雄五间学校做伙演奏交流，活泼精彩表演吸引全台各地民众去欣赏。穿显目的感色服装，队员每一个笑稳稳，因是日本东京剧高校吹奏部，搁再来台湾演出，流利整齐的演奏队伍，搭配轻快活泼的步伐，随意吸引全场的眼光。互人叫做感色恶魔的因，伫日本管乐比赛赢得冠军。去年双十大会邀请来台湾演出，因精彩的表演，互人记忆真深。今年来台湾为88人增加到98人编制，搁较大阵。头一场演出伫高雄，也吸引全台湾各地民众真早就来占位，被现场感受到因表演的魅力。金乐团他们很难做到音色的漂亮，这样子，他们就是连舞蹈，然后音量跟音色都很漂亮。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吹管乐的，对吧？然后所以就看到觉得他们表演很厉害，很动态，很活泼。嘿，之前是看哪里？只能看 YouTube。那行那演奏电影主题曲流行乐连续演奏5条歌，互现场规个闹热起来。最后加出安可曲，带来剧高校因的成名曲，做一个真圆满的结束。动态啊，就是人很活泼，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，就是静静的，还有走动这样子。也有高雄在地5间学校，乡中、乡女、乡乡甲私立家乡，中正以后的家己队甲加油队嘛，共场带来精彩演出。学生以音乐交流，深化友情。礼拜下晡，拢总吸引85000多人到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